歡迎嚟到星傳奇43年旅遊人生呢個頻道，我係 Patrick。由2026年7月份開始啦，我會有4個月咧係離開咗巴黎，係準備翻去澳門，所以大家見到我而家喺背景喺機場，就喺松田機場轉機翻香港。喺新嘅26年嘅7月份開始咧，我準備將呢個頻道俾啲心機去經營。同過去有少少分別，將會喺呢個落嚟咧，我拍嘅片會除咗介紹旅遊之外咧，或者韓國啦，由我點解入行或者再講，甚至乎一個從澳門出世，因為爸爸係香港人啦，所以我亦都係喺澳門童年成長咗之後咧，亦都係翻香港受教育啦。然之後香港抌低咗書包走咧，就差唔多係從事呢一個旅遊業，直到今時今日仍然係做住呢份工作。好可能各位對我哋呢份工作會有啲好奇啦，或者藉住呢個頻道上啲短片去同大家講下呢43年嘅旅遊人生，借旅遊看世界，以故事說人生，就係嚟緊我呢個頻道嘅方向。今日我係喺重慶轉機翻香港，翻香港之後啦，可能咧就會翻澳門，翻澳門幫屋企人去搬屋啦。然之後咧，亦會係7月份香港上埋嗰個香港嘅領隊嗰個牌照續期嗰幾個 course 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將會11月份先會翻香港。所以藉住呢個期間咧，喺香港、澳門都好多時間，或者會同大家分享下呢40幾年澳門甚至乎香港同埋係旅遊嘅變化啦。好簡單講，從香港啟德機場出發，到而家喺赤鱲角，再加上以前傳統嘅手寫機票，而家一個手機已經可以訂晒所有嘅旅遊嘅相關嘅需要嘅嘢啦，譬如車酒店甚至乎餐廳。呢個變化相當之大，可能有啲00後嘅根本係冇想像得到以前出門究竟係有幾大陣仗。甚至乎或者有其他大家有興趣想知嘅，不妨留言去話俾我聽啦。會盡量去滿足大家嘅想知嘅，或者我有所識嘅。今日我暫時講到呢度，希望下一個節目能夠見到你。如果各位對呢個節目係有興趣嘅，亦都希望大家訂閱啦、點讚，甚至乎留言。希望下一集能夠見到你。我係 Patrick 星傳奇頻道，多謝你。